哇！入到嚟呢度咧，空間真係好大啊！呢一度咧有10萬英尺咁多㗎，咁所以咧呢度咧嘅遊戲咧80幾項咧，一日咧都唔知夠唔夠時間玩晒啊！寶安區大悅城 Party Day Mega， 一張門票可以玩齊80多項遊戲，場內設有免費儲物櫃俾我哋擺放隨身物品，滑板遊戲、高空攀岩、浪花衝衝、沙漠射擊、一跳到底、電子足球、淘金沙、極速派對、聯合戰場、格仔遊戲、滑雪機、摩托車、模擬滑雪、翼裝飛行、保齡球、掟飛鏢、電子高爾夫、電子棒球、皮划艇、飛艇環遊、手工藝創作，仲有好多動感電子遊戲等住我哋玩，大家快啲過嚟體驗下啦！佢哋嘅位置呢，就喺深圳市寶安區大悅城商業中心5至6樓。搜尋我嘅 YouTube Channel， 點擊瀏覽詳盡視頻介紹，了解更多。